子，你这身打扮，深夜来此是？夫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实在是喜欢无忌公子的画。我知道我不应该为了自己喜欢就先睹为快，您就听我解释一下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夫子，您就饶我一次吧，我苏静儿，我苏静发誓，如果我再犯，您就罚我今生再也看不到无忌公子的真迹。顽劣，这次我就念你年幼，姑且就。还真是八字不合呀！原来你也是。嘘。这下完了！不过就是一幅画罢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可是无忌公子的真迹，这下怎么办啊？事已至此，哎，这可是包禅山行旅图啊！你想就这么一走了之啊？那又如何？你别忘了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你也一样难逃其咎。你小人！哼，梦里面还这么讨人厌。构图疏密有致啊，笔墨清晰，意义疏远。那话不是已经？船过水无痕。可是，嘘，你不是欣赏无忌公子的画吗？还不去赏画？咦，这笔墨好像还没干。南方天，湿气重。这闷骚的性格还真是千年不改啊。不过也挺可爱的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个春梦啊！哼。试一试。第一步，拉弓。苏兄。你这弓拉的……我从小体弱多病，没学过射箭，而且你这弓太大了，我拉不动。比这再小的叫做弹弓。啊，这个我在行。我们南山书院不需要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挑的文弱书生，射艺不精，何为君子？
酸吗？酸。我看呐，你还要再酸下去才长记性。你一个姑娘家家的，非要去什么书院，还舞枪弄棍的，还不是那个老古板看不起我，我呀偏要学会。老古板？谁啊？小姐，你不会说的是李公子吧？人家明明是个翩翩公子。他哪是个翩翩公子呀？每天板着一张臭脸。小姐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李公子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呀？谁喜欢他了呀？你再说。酸，这，还有这。四公子，啊，老上菜要排便。哦，好。真是倒霉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敢打赌啊，你不摔下来都见鬼。好戏来了，呵呵。笑什么笑呀？不知道帮了。对啊，说好的绅士风度、君子之礼呢？苏兄，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不必劳烦了，只是一件小事罢了。李兄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。苏兄腿脚不稳，日后如何学骑术呢？哦，让李兄见笑了。我看你还休息一下吧，我帮你擦。啊，多谢了。抹布。哦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我何事啊？找你喝酒算不算啊？当然算。哎，我真是没想到啊，你堂堂无忌公子，竟然为了追查一幅假画，困在这么一间小小的书院啊！我本来也就无事可做嘛。啊，哎，现在书院里这幅可是真迹了。练练手罢了。哎，我看你对那小兄弟倒是仗义得很啊。是又如何？他生性不羁，脾气倔强，倒是和我挺像的。既然都是兄弟，下次我介绍你们认识。都是兄弟啊，我看那倒也未必喽。是兄弟，别多说。这边请。好，不说，喝酒。知道错了吧？下回还敢不敢这样？下回要再这样，看我不揪掉你的尾巴！长本事了是吧？啊，连鸡你都敢偷！灵儿，
金儿，老爷，小姐她睡着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睡着了？灯怎么还亮着？小姐她在更衣。你支支吾吾的干嘛？莫非小姐又闯祸了？没有。金儿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爹，我没事儿。没事就好。爹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爹有事儿跟你商量。今天高人又为你卜卦了。什么人都敢自称高人？休得无礼！你从小体弱多病，八字带煞，命中有劫。如若不是高人从旁扶助，你何以能活到今天呢？还不是看您人傻钱多呀！你在嘀咕什么？没什么。爹，那他老人家今天又跟您说了什么呀？高人算得你今年应劫，应该找一个八字相合的人招赘入府。静儿啊，为父膝下唯独你一女，思量再三，觉得此举甚好啊。我不嫁，他愿意嫁，让他去嫁。不要胡闹！没有让你嫁出去，那不是招赘入府吗？乖女儿啊，听话啊！